报道。选举前，在野定也要求公开高端疫苗的合约。立法院今仔开临时会，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报告。立委关心什么时阵会当来公开合约？陈建仁是强调合约并无问题，也毋过政府有甲高端签5档的保密条款，要提早公开，就要需要高端的同意。卫生福利部部长施水元对高端公司敢愿意提前公布合约，伊的态度是真乐观。我们跟高端的这一个合约呢，都是在遵照着这一个相关的法规呢，以及国际贸易的这个惯例来签署。这里面没有不可告人之事。到立法院临时会进行高端专项报告进前，陈建仁先强调，高端合约合法，在野议会是将目标放伫高端采购合约什么时阵公开。不过因为牵涉签保密条款5年。陈建仁强调，政府爱对高端有信心，也甲立委一句来一句去。即便你认为有保密，那你把它处理掉。我们政府的立场，从前面到后面的文件，你通通都没有。我们政府的立场也是要公开，也是主张公开，但是需要双方同意。为什么要公开？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价格不是都已经公开了吗？841块一剂吗？他需要召开董事会来决定。开个董事会有这么困难吗？你们不能积极的要求、积极的来沟通吗？陈建仁表示，立法院调查小组监察院甲检调拢看过合约，高明表表示，政府态度也是想要提前公开。另外，有立委质疑高端自控制1年，当时指出合约无公开时照采购机关的要求，卫福部长施水元否认，佮对提前公布合约表态乐观。我们没有要求说它保密了，高端是否会提前解密？我想我们是乐观的。不过，立委也质疑高端股价波动，雨伞雨损失惨重。陈建仁回应，新药研发股价本来就会起起落落，若有牵涉不法的代志，检方也会来调查。所有新药的研发，它的股市都是上上下下。当它临床试验成功的时候，上上下下无安尼啦，有啦，你得看莫德纳和 BNT 就好了。我已经还没讲好内线交易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内线交易我刚才讲了，有内线交易我们已经查了，而且我们已经案查了。北检最近侦办高端疫苗相关的案件，分案侦办有68件，其中已经签结63件，一件起诉经过法院判刑确定，一件无起诉。目前依然有3件在侦办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